让咱的心亲像上帝的圣殿，安静咱的心，来追求咱的上帝。主，阮来到你的至圣所，求你的圣神接纳阮，互阮用诗歌来祈祷，互阮的心灵，互你圣神来充满。调见天白面，我的光我恒恒。乃寻慕上帝诚心，唔通甲我站等。幸福之后我坚固。地球的风，上帝道理我去传播，派人天我行风。上帝写我是罪，赞我感谢人生。我小路永远袂悔，保佑上帝应允。这个民族无欢喜，哪害我手袂现。今摆土规范会欠兵，天白路无严正。望落大运教会向往，耶稣成果坚定。民可主民亦敬奉，上帝甘那欢喜。我来亲近耶稣，伊就是大风，心内若有忧闷，伊予我快乐。我来亲近耶稣，亲像的欢喜。伊温柔叫水行，亲像我甘霖。来亲近耶稣，因为听祈祷，因为深深听我担当罪受苦。我来亲近耶稣，心就叫欢喜。伊温柔叫水行，亲像我甘霖。我来亲近耶稣，因为看我手，温顺带我真正入天堂的救。我来亲近耶稣，心就叫欢喜。
伊温柔叫水行，亲像我甲你。我来到着去行，你白沙同情，调起我的救主用剑伊面前。我来亲近耶稣，心就叫欢喜。伊温柔叫水行，亲像我甲你。救主，愿你做我无吃，愿拢我可你负起，带到草坡予我啉吃，彼伴有条来保庇。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耶稣，救主耶稣。你赎回阮归属你，那属你安稳主在，你要肯定来保护，求阮脱离对敌陷害，因带是要过正路。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，救主耶稣。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，让阮要接纳阮，随望做他的事情。你有权能通救赎阮，下罪论定大慈悲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阮要细汉爱亲近你，爱要听从你命令，心爱比伴通接纳你，互你无有正罪行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你赎回阮归属你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阮归属你。阿门。咱来亲近咱的主，咱甲咱的主耶稣讲，我来亲近你，叫主耶稣，互阮归属你，帮助咱一日的工作，安静咱的心，用咱的心来听上帝的声。安静咱的心。
主一日的工作休困的时，主想使阮平静的心，安静，当休困伫你圣神的怀抱，保守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。暗暝来临的时，照顾阮的家庭。主你是阮的上帝，主你是阮的上帝，我要安眠好困伫你的怀抱中。咱用台北的祈祷来做咱的祈祷，咱坐声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靠你，我的神啊。你捌对耶和华讲：“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”论到地上上的百姓，因是极其好，是我所深深欢喜的。用别个上帝替我耶和华的，伊的忧苦要拿过天。因献电话节，我无要献，我的嘴唇也无要提起因的名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杯中的分业。我所用得的，你甲我固守。所让予我的地，是在伫真水的所在。我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，迷视我的心肠，也要指点我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。因为伊伫我的正边，我就无摇错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身要安然徛起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，也无互你的圣个拄着朽烂。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就
来。哦，耶稣父亲教导，安息的乡亲，即是脱离艰难乐苦，心肝安然激情。最后最大耶稣君我显明慈悲的心，叫讲我命我罪是我，你着来吃来啉，我对耶稣得着奉献，来啉来吃这烟，一生以后无减盐，我为就为真言。主耶稣讲，既然劳苦背当大人通求滚我。主耶稣，这是阮的祈祷的诗歌，阮来求滚你。这是着救耶稣，耶稣的家，因我无把掉落，耶稣的家。这
主耶稣讲，我是真理、活命、甲道路。咱的主耶稣踮伫咱的教会圣殿内，咱的主耶稣嘛踮伫恁每一个人的厝内。主耶稣讲，我伫遮，我徛伫门外咧拍门，愿恁平安。所听的姊妹，拍开咱的心门，邀请守守平安的主耶稣，廿把仰望伊。主恳求你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厝内，求你掌管因的心，求你唤手伫因的心，将阮的看路，将阮的烦恼，将阮今仔所受到的伤害，主耶稣你将你的平安放伫阮的内底。阿弥来临，阮来敬拜你。伫你的圣殿祈祷的时，恳求你用你的手，画伫阮的心头，守守阮平安。所以阮要举目仰望你。咱同心用代笔的祈祷来做咱的祈祷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赞对倒落来。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，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，做你阴暗。即时太阳无伤你，暝时鬼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心怀人为。
稣，阮学了你，阮都听到你的声，阮们领受你给我的圣神，主感谢学了你的性命。主，阮要深深坚定来倚靠你。今若有人好做苦楚，就吹叫主耶稣，主这主必有权柄，可以心挂为情，不可惜。想起那些，不可惜，不可以，只是可以，为救你，为救你，只是真救你。是真理我路，为这为的保护，爱的紧紧来信基督，就会永受大福。不可惜。拄则的圣诗继续伫咱的心内，向咱的主讲：独你是我的救主，我要信靠你，只是信靠你。你为救我，你要救我，只是真救我。亲爱的，这将咱的心交予咱的主耶稣。将咱的心交予咱的主耶稣，伊为咱死，愿咱为伊来活。虽然咱无够个荣耀，但是当咱愿意为主来活的时，主就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内底。
主讲，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我的一生拢属于你，我的一生要为你来活。主恩感谢欧乐你，主恩感谢欧乐你。主恩感谢欧乐你，我的心望向你拍开，我的心望向你拍开。主亲近你是何等的好。基督的心，一时叫好，我心大理想正欢乐，可他就过的白明将，忠心所爱。
这个疫情扩大的时，咱举起咱的双手来祈祷，为着咱所有的亲人，为着出外的囡仔，为着年长的长辈，也为着年轻的细囝。主求你人民愿，伫疫情的中间保守阮有平安。无论伫什么所在，阮的兄弟姊妹，阮的心欢喜，阮的心快乐，阮的肉体安然徛起。主求你人民愿。专为着台湾来准备甲这个病毒共存，就恳求你帮助所有医疗单位的工作者、医生、护士，包括伫病院内底所有这个行政总务的人员。主纪念因的辛苦，因为有最最患病的人，伫因着急的时，因的情绪有当时会拼伫遮的人的心情，因嘛有可能是上危险、受病毒影响的人。主求你保守阮台湾这个社会，用你的疼，用你的双手，祝你抱所有患病的囡仔、老大人。阮知影，多数重病的人，拢是有慢性病的人较济，或者也未注射的幼婴啊，主求你保守，主照顾所有每一个需要平安的人。专为着阮的亲人，特别恳求你，人民愿大大小小阮的家族。主特别，阮中间若有人患病，或者因的亲人拄过往，或者伫慢性病毋敢出门，又搁烦恼，主任何情景归你，特别保守照顾，听阮祈祷。主听阮兄姐特别的祈祷，主赦免阮互相关心、帮咱无够额的所在。主伫阮疏忽无够额注意，主说出阮中间若有人。因孤单单独，毋知要怎样的时，主求你帮助因。恳求主怜悯，怜悯我求救，听阮我祈祷，主我
咱心爱你。咱当生命主甲咱的祈祷，来做咱的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互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兄姐求恁平安，主耶稣甲咱三个弟弟，无得惊，平安。